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，伫年底这段期间，有5间的庙前后要来做醮，其中六合境马公庙是到开基的玉皇宫去请天师，若好义堂做醮是到台湾守庙天坛去请天师。这2间宫庙毋若共一天去请天师，伫咧48年前嘛是共一年来做醮，意思是神明之间已经事先约定同款。庙方技术人员经请张天师和教前好爷讲，这是六合境马公庙协同主仆朴志典这样开基玉皇宫请天师的仪式。张有天师要来感召，就是咱会遵守咱道教科仪，要来叩谢咱天地水三界众神，是讲要让咱祈求咱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这是伫府城才有的做醮习俗，办理3条做醮爱恭请天师来坐镇。伫府城要恭请天师，毋是爱前往台湾守庙天坛，就是爱去开基玉皇宫，互这2间香火真旺的天公庙，愈接近年底，就愈闹热。